110米跨欄賽。首先出場嘅呢，我哋見到有大力椒，你睇佢充滿能量，因為佢食力滿分，而且擁有豐富嘅維他命 A 同維他命 C， 纖維素都有3粒星星，狀態唔錯喎。跟住第2位參賽者係脆脆薯片。脆脆薯片雖然實力雄厚，但係大部分嘅能量都係嚟自脂肪，所以佢嘅自肥力都好強㗎。睇下啱啱比賽表現又點啦。跟住第3位參賽者係爆旋魚蛋，同脆脆薯片不相伯仲，佢哋嘅食力都好接近，但係大部分嘅能量都係嚟自脂肪，所以佢嘅自肥力都唔弱㗎。最後一位參賽者係腸仔，你睇佢掛住聽電話，精神又唔集中，欠缺纖維素嘅腸仔，自肥力相反有4粒星星。睇下腸仔有冇突圍而出嘅機會啦。好啦，各位參加者各就各位 ，on your mark, get set, go！哇！睇下一開始跑嘅時候咧，首先係脆脆薯片一馬當先啊，向前係咁走喎。咦？點解突然之間失足嘅？真係有頭威冇尾陣啊！俾爆旋魚蛋咧趁機超前啊！魚蛋咧目標在望，好似好有信心咁喎。但係見佢開始擺下，又滴晒汗咁，面色又開始變晒，唔通捱唔住？唔係噃，聽到咧好似肚仔咕咕聲響噃。我知啦，梗係今朝咧魚蛋食咗啲唔乾淨嘅食物先嚟比賽啦。魚蛋你去邊度啊？你比緊賽㗎？哦，原來係咁。好啦，最後咧剩翻大力椒同埋腸仔啊，腸仔咬緊牙根，大力椒依然面色輕鬆喎。開始見到腸仔後勁不繼啦，但係大力椒繼續領先啊。最後咧見到大力椒衝過終點啦，而腸仔咧佢就嘔晒白泡啦。今次精彩嘅110米跨欄賽冠軍咧就係大力椒啦。香蕉係水果類嘅食物，佢能夠提供身體熱量以及糖分，提升運動嘅表現。香蕉亦含有豐富嘅維他命 A、維他命 C 以及纖維素，係健康小食之選，難怪大力椒以熱門嘅姿態贏得冠軍啦。